来看宜兰东山的新寮步道，尤其是真济，也毋过哦，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步道吊桥的头尾螺丝拢拧去了。林业署是表示讲，即卖已经处理好势咯，嘛强调讲，因拢有派人固定去检查，2档哦，卖请专业单位来进行一届的安全检查，所以安全的问题，民众是毋免烦恼。 民众在东山乡新寮水墙经过一座吊桥的时，所发现两边螺丝全部拧去。会当凊彩船感觉通过这款的桥梁真危险，至于公部门无咧管。很危险，所以应该要通知那个相关单位常常的维护。还是要把它弄好比较安全啦，因为这是长长久久的事情。 新寮水墙步道有2站水墙，过去因为风台封闭9年，经过整修重新开放，全长1.5公里，入口所在到第1站水墙距离1公里，第1站到第2站水墙有500公尺，这几年加做东山乡热门景点，部分边假日拢吸引不少游客来。 来到步道吊桥，会当发现螺丝已经锁安，也不过安全感是无顾虑，有关乎外界真烦恼。这一块巡视人员他只是用眼睛去看，他可能没有去注意到那个螺丝有没有松动。 所以他就问我们，也发现这种情形，我们也有请巡视人员啊，就是以后就针对螺丝部分，也请他们务必用手去转看看啊。林业署表示，吊桥螺丝已经重新锁安，是因为破坏，也是厂商时间无锁安，也爱调查。未来会伫4块位加装监视器，避免人为破坏。经由平日逐礼拜拢会派员巡检，同时每2年也会请专业单位安检，安全性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